老师讲的是半吊子，在那晃，造成他们那个好奇心态，这样同学的污染、媒体的污染。你看我们住在社区里面也是一样，非常严重。因为现在很密集嘛，工业社会嘛，不像以前农业社会住得很分散。我看那个3、4年级、2年级、5、6年级的小孩在我们社区玩打球嘛哈，开始突然讲话了，我们都听得到嘛，因为很近嘛，就10公尺、20公尺的声音就传到楼上来了。我昨天看电视啊，看到几点钟？看到3点钟哦，看什么？就讲出来了，还讲什么那个大人的所谓的大人那个避孕的东西，他都讲出来。我听了就阿弥陀佛，这怎么得了啊？我们是40几岁的人了，有的50岁的人了大概有30岁以上的人了。想当初20年前，解严没有解放之前，没有开放之前我们可能这方面的这个资讯很薄。